各位馬迷朋友，我係數據秘書小千。今日第一場沙田焦點賽事第5班1400米草地試跑道即將開跑，我已經為你預測邊3隻馬跑出。第一匹10號帝豪歡聲，6次近績表現穩定，曾奪冠，負磅123中等，可接受範圍，檔位10稍外檔。但沙田市賽道外檔利後上馬，騎師巴道經驗豐富，擅長後上策略，配備交叉臂箍加綁繫鞋帶，改善呼吸與專注力優勢。近期名次穩中有升，適合1400米後上跑法。第二隻8號江南勝，6次近績近2場連勝，狀態火熱，負磅126輕磅，利於加速。檔位2內檔，利於搶佔有利位置，騎師麥當能戰術靈活，適合短途衝刺，配備交叉臂箍，提升呼吸效率，優勢。近期表現大幅提升，內檔有利爭先。第三隻5號欣樂人生，6次近績近3場均亞軍，穩定性極高，負磅131中等偏輕，檔位5中檔。平衡位置選擇，騎師金城剛，擅長中距離賽事，配備綁繫鞋帶加強版，進一步穩定呼吸，優勢，持續進步，適合草地1400米均速競逐。建議關注臨場賠率及賽前操練狀態，三者中江南勝若延續連勝氣勢，勝算最高。另外，根據資料分析，以下2匹馬具備黑馬潛力，雖非熱門但值得關注。3號超勁寶寶近期名次逐步提升，狀態回升，負磅133中等，尚可負荷，檔位9外檔。但沙田市賽道外檔利於後上型馬匹，騎師黃寶妮需觀察臨場發揮，配備綁繫鞋帶，穩定呼吸，優勢近3場跑入前5。若後上策略得當，有機會突圍。7號進優自在，6次近績曾獲亞季軍，具短途爆發力，負磅128輕磅，有利加速，檔位3內檔，利搶佔前列位置。騎師布文經驗豐富，擅長控制節奏，配備大眼罩加綁繫鞋帶，集中注意力，優勢內檔起跑優勢。若避免中途失位，可能重現前段佳績。黑馬關鍵因素，超勁寶寶後上型馬匹，外檔適合沙田市賽道特性。進優自在內檔優勢加騎師經驗，若重拾狀態值得期待。建議觀察臨場賠率變化及賽前操練報告。若上述馬匹出閘順暢且戰術執行到位，有望成為冷門之選。無論結果如何，謹記理性投注，享受賽事。讓我們一起見證冠軍誕生。記得讚我啊！下次再見啦！